日子买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5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，撒母耳记上卷20章第1节到23节，35节到42节。今仔日要跟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好人。另外一位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。真侪人无明白耶稣基督受难日为什么叫做 Good Friday。事实上，原来意思并不是现代人所认为迄个英文的意思好的礼拜五。Good 是即字伫早期的基督教的用法是叫做虔诚，也解说做圣的吼。伫即个文字的用法顶悬，即个字袂当直接翻译做好啦吼。特别是针对伫基督教会来讲，迄一日是纪念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的罪来受难的日子，应该是叫做 Bad Friday 吼。但是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，甲即个目的也是讲结果论来看。耶稣基督受难是为着世间人好，对相信伊的人就是一项好事。因为圣经以赛亚53章第3节到第5节，安尼甲咱讲，伊互人看见，受人气杀，佮受真济的苦难，经历逐款的病痛，人回头毋看伊。咱藐视伊，无甲尊重，伊确实承担咱的病痛，担当咱的苦难。咱想讲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受苦楚。毋过伊是为了咱的过失受伤害，为了咱的罪过受得罪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。伊受逼迫，咱得到医好，这是好人做好事的目的，也是基督信仰基本的要求。就是咱所有得到上帝呼召，会当成做仆人，会当互人得到利益的使者。撒母耳上卷20章第1节到23节，35节到42节，咱看到圣经的记载，迄个追杀大卫扫罗王的囝约拿单，伊所思考的毋是家己的好，乃是为着大卫，因为伊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仆人。因为经文较长，则请兄弟家己来研读，放伫即个经文的上落尾。初代教会伫司提反受逼迫殉道以后，基督徒呢就四界去密起来，要逃避迄个犹太教徒的逼迫。但是咱也看到一个真忠心的主仆巴拿巴，伊无惊吓遐的困难，伫当初时流露美好的见证。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，因为司提反的代志受逼迫四散的信徒，有的人到腓尼基、塞浦路斯甲安提阿，因无对别人，只有对犹太人传道。毋过其中有一寡塞浦路斯甲古利奈的信徒到安提阿，嘛是念人传，对因讲起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主会开力甲因同在，信的归主的人也真济。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。伊一个教会看见上帝有赐因恩惠，就欢喜。看免因大家就专心一意来信靠主。巴拿巴是好人，互信心充满，
佮有信心。迄时有真侪人信主。后来巴拿巴去大数找扫罗，找到就带伊去到伫安提阿，足有1年久。因两个甲教会的人聚会，教示真侪人。阮都叫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开始。咱看见一个巴拿巴，伊看见上帝赐福安提阿的基督徒，较进一步来劝勉因，着爱专心一意来信靠上帝。不但安尼，伊也关心遐个拄啊受呼召迄个扫罗，带领伊，互伊会通成做忠心主仆。诗篇133篇，今日姊妹做伙徛起，偌尔好，偌尔欢喜。这通比平过去的油添伫头壳顶，流到伫喙鬚，阿伦的喙鬚，佮流到伫伊的暗领。这嘛通比平迄文山的露水，落到锡安的山岭。伫遐，上主有应允要赐福，赐永远的活命。感谢主，互阮会通得救恩，也互阮会通蒙呼召服侍的基督徒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坚定的相信，成做好人、好的仆人，有美好的见证，互人因为阮所做的愿意，成做基督的门徒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